支持我哋吳村加油！街坊真係幸福啊！喺屋企門口咧就可以睇到球賽咯，仲有專業嘅球迷聯盟，哇，真係正！哇，真係好誇張啊！如果球場可以完全開放，我哋吳村嘅鄉親父老啊，起碼都坐滿晒成個球場啊，山頂都坐埋上去噶。嗱，氣氛啊唔會輸咁大連嘅球迷噶。嚟，我哋一齊為吳村